我找傅林川。妈妈说，爸爸欠我3年奶粉钱。爸，绵绵也大了，她这几年一直跟着公益基金做事，外面口碑也好。我看这次名单就把她加进去吧。是啊，绵绵姓傅，总不能一直让外人笑话，傅家下一代没人撑场面。爷爷，我会努力的。林川，名单你怎么看？按章程。林川，家里事也不能全看章程。绵绵毕竟是傅家的孩子。老爷子，门口来了个孩子，谁家的？他说他找傅林川先生。林川，你外头还有这么小的客户？孩子都找到家门口了，看来这客户挺急。你是傅林川吗？我是。爸爸，你欠我3年奶粉钱。这年头，骗子都这么小了。我不是骗子，妈妈说欠钱要有单子。你看，妈妈说这个可以报销。你妈妈叫什么？温梨，温水的温，梨子的梨。这么明显的东西也未必是真的。现在假单子不难，是真的。妈妈说过，爸爸右边肩膀上有一个月亮胎记，别人都没有。孩子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绵绵，是睡觉的眠。妈妈说我小时候不爱睡觉，所以取这个名字，希望我乖一点。这东西哪儿来的？妈妈给我的，她说不能弄丢。一枚旧玉扣能说明什么？傅家的东西流出去不少，谁知道从哪儿捡的？不是捡的，妈妈缝在我小衣服里的。我不是来吃饭的，我来报销。哎，先进来。可以吗？进来。这孩子也不知道谁教的。够了。地毯不用你擦。可妈妈说，弄脏别人家东西要赔。这是傅家。那我明天还要走吗？拿干毛巾、儿童拖鞋。老爷子，家里没有儿童拖鞋。没关系，我可以光脚。把我的拖鞋拿来。先生，您的太大了。拿来。我这就去。
谢谢。林川，单凭这个清单和玉佩，不能证明他就是傅家血脉。是啊，孩子可怜归可怜，但傅家不能随便认人。你妈妈现在在哪儿？妈妈睡着了。在哪里睡着？白房子。江姨说妈妈累了，要睡很久。绵绵，往后要自己吃饭。要是没有饭吃，就去傅家找傅临川，他欠你的。立刻安排亲子鉴定。爸，现在太晚了。不晚，傅家多一个孩子，或者有人敢拿孩子做局，都不算小事。我联系鉴定中心。要打针吗？取一点口腔细胞，用棉签刮一下嘴巴。会刮坏吗？不会。做完给你买奶粉。买一罐就行，很贵的。我可以吃吗？孩子这么小，谁教他说这些话？还真是下了功夫。妈妈教我不要浪费，这个也算下功夫吗？刮好啦。好啦，爸爸也要刮刮吗？你疼吗？不疼。那你比我勇敢一点。绵绵小姐，可以睡了。叔叔，明天我还在这里吗？在。你说话算数吗？算。那我睡醒不会被赶到门外吧？不会。睡吧。睡中间。我怕弄皱，床单可以换，可妈妈说别人家东西不要乱动。傅家不是别人家。傅临川，你明天可以买最小罐的奶粉吗？我喝的少。买大的。那你有钱吗？有。哦，那你不要借高利贷哦。管家，下去休息吧。是，少爷。他不像被训练过。另外，温离的去世记录查到了，城南医院，上个月27号，城南医院。鉴定中心那边加急，最快明早出第一版结果。所有资料重新查，温离这3年住哪儿，谁照顾他，谁给孩子交钱。我没有偷听，我只是想问洗手间在哪儿。我带你去。把鞋穿上。要反过来。SST 几点支持亲缘关系，侵权率大于90%至99.99%。这种加急报告本来就该谨慎。确实该谨慎。
所以我想知道，为什么鉴定中心的亲封章和3年前富士医疗项目合作章样式一样？这家鉴定中心2年前换过章，这份报告盖的是旧章。重做，我已经安排了第2家机构。你在做什么？我没有偷，叔叔给我的。为什么不吃？我怕一会儿没有了。吃吧。那我明天还有吗？有，后天呢？大后天呢？都有。你要不先学一下怎么带小孩？今天下午，老爷子要给他办小型认亲宴，结果还没全部出来。老爷子的意思是，孩子先留下，至于谁动过报告，谁动过文丽的资料，一起查。认亲宴有饭吗？有。那我可以去。你不用为了饭去。可是饭很重要呀。人不能只靠合同活着，饭也得吃。去买儿童拖鞋，还有衣服、牙刷、餐具都买。银行卡要不要也买一张？我开玩笑。银行卡是什么？一种可以买奶粉的东西。那可以买小兔子吃的萝卜吗？它以前吃，后来妈妈没钱，它就不吃了。这个要还吗？绵绵小姐，这是先生给您买的。那我弄脏了要赔吗？不要赔。那我不赔。爸，我头发乱了吗？会不会不礼貌？哥，你夹的是兔子耳朵。兔兔也要漂亮。谢谢爸爸。妹妹今天真漂亮。谢谢姐姐。前没参加过这种宴会吧？没有。那你可别乱拿东西，这些杯子很贵的，打碎了赔不起。我不拿，也别乱说话。这里都是大人，小孩子插嘴不礼貌。我会小声。温离当年不是拿钱走的吗？拿了钱还回来？现在送个孩子回来，时间太巧了，刚好赶上基金名单公布。绵绵，怎么不去甜品台？那里有很多很好吃的小蛋糕，还有马卡龙。我找傅林川。今天这么多人，他很忙，要招呼客人，你要懂事，不要给他添麻烦。可妈妈说，人多的时候要跟紧大人，不然会走丢。你妈妈教的还挺多。这是谁放上去的？怎么回事？工作人员怎么回事？还不快关掉！出了问题谁负责？原来你妈妈真的拿过钱呀，还拿了500万呢。妈妈没有，屏幕上写着呢，你不认识字吗？爸爸，别怕。爸，原本今天不该说这些，可既然资料被放出来了，温离当年拿了傅家的钱离开，这是事实。周曼，现在孩子突然回来，谁知道是不是有人教他来的？万一被人说成林川的私生女，傅家的脸往哪儿放？爸爸，私生女是什么？不是你需要懂的词。可是妈妈没有钱，妈妈的包里只有8.6块，还有一张公交卡。孩子当然不知道这种事儿，大人能告诉他吗？没有，妈妈没有。兔兔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别动，绵绵，给我看看。给他。
这是谁给你的？妈妈缝在兔兔肚子里的。她说兔兔不能丢。一个旧录音笔而已，能说明什么？说不定是随便录的什么东西，拿来唬人的。绵绵，如果傅家有人说妈妈收了钱，你就把兔子交给傅文野，记住不要给别人，只给傅文野。关门，今天谁也不许走。爸，这样不合适吧？今天来的都是家里人，传出去不好听，还以为我们傅家怎么了呢？既然是家里人，更该听清楚，看看是谁在背后捣鬼，败坏我们傅家的名声。叔叔，你要把妈妈的声音装进去吗？不是，我只是把录音保护起来。那妈妈还可以说话吗？可以，但要慢慢听。那你轻一点儿。放出来。原件先封存，现在听，只会给人剪辑和调包的机会。你也知道可能剪辑，那这东西更不能当证据。谁知道是不是有人故意做的，拿来栽赃陷害？我说的是要查谁剪过。文野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说。二哥放心，我不乱说，我查。宴爱厅监控全部保存，一段都不准删。今晚投屏电脑、后台设备全部封存，任何人不准碰。现场所有人手机暂时登记，登记完才能走。傅文野，你这是把我们当犯人？如果只是误会，登记手机不会少一块肉。不是说你。针线，先生。你会缝吗？哥，我建议你别让兔子二次受伤。那先不缝，它不疼。送去做声纹鉴定、剪辑痕迹检测和存储芯片读取，越快越好。是。等一下，东西毕竟是孩子带来的，送出去之前总该让我们确认里面有什么，不然谁知道里面录的是什么？你急什么？我只是觉得流程不透明，大家都是一家人，总该公开公正，不能你一个人说的算。现在开始，流程由我负责。你要看，可以请律师，走正规程序。妈妈，我害怕。没事，别怕，妈妈在呢，没人能把我们怎么样。绵绵，到爷爷这里来。鞋不舒服？舒服，特别舒服。重新买软一点的，鞋底要厚，别磨脚。是，老爷。这双也可以，不用再买了，浪费钱。傅家买得起2双鞋。那也不要借高利贷。不借。只交给傅文野，不要给别人，记住了吗？他为什么找你？我刚才让人查了温离3年前的通讯记录。他离开傅家前一晚，给我发过消息。你没说过，他的消息我也没收到。运营商记录也能查错吧？这种东西不准的，说不定是系统故障。所以我查了我的手机备份，那晚11点46分，有人登录我的云端账号。11点47分，那条消息被删除，登录地址是傅家老宅内网。老宅这么多人，佣人、安保、客人都可能连过网，不能因为一个内网地址就往家里人身上扣帽子。所以还要查设备，查3年前8月17日晚老宅上网全部登录设备，尤其是2楼书房、东侧客房，一个都不准漏。妈妈，
妈给你发了什么？还没查到。哦，那妈是不是找过你？是。那你为什么没来呀？查，从3年前温离进傅家那天开始查，转账、访客、内网、佣人调动，一样不漏，谁也不准包庇。副律查到了，当晚11点46分，删除短信的设备连过老宅万网，设备备注是私人电脑。设备最后有一次击击位置，2楼西侧书房。妈妈，2楼西侧书房，3年前谁都能进去，我临时管账，电脑也不是只有我碰过，所以我没说是你，我只说设备登记在你名下。林川，家里事儿别闹得太难看，传出去对谁也不好。傅家的脸面还要不要了？温离也是家里人吗？温离可以进傅家吗？妈妈以前说她没有家，那她来过这里吗？去看看。我不是来要钱。去调3年前8月的访客簿，老爷子，纸质访客簿在旧档案室。我现在再去，我亲自看。爸，这么晚了，您身体……我还没死。不是说你妈妈？我知道，可爷爷不要说这个字，绵绵不喜欢。好，不说。爸爸，你先练别的步。爸爸，兔兔还小，它不能试错。让管家缝。谢谢爸爸。老爷子，在这里。爸，当时您让我管账，我只是按规矩接待他，我什么都没做。接待到晚上11点58分。他情绪不好，一直不肯走，我总不能把他赶出去吧？传出去像什么样子？他为什么不肯走？还能为什么？他想见你。可你那时候在国外，他联系不上你，就一直赖在老宅，怎么说都不走，没有羞耻心。妈妈不会赖。你那时候还没出生，你知道什么？妈妈说过，别人家不要久待，吃饭不能剩，借伞要还。她不会赖。傅家不能只听你一面之词。那就查，别只查我。500万，温离，你也太贪心了。明天一早查当年500万流水。不用等明早，我已经让财务把底层流水调出来了。那笔钱确实从傅氏家族基金关联账户划出，但收款账户只挂名温离。资金到账3分钟后被拆成4笔，其中3笔转入明铎哥旗下关联公司，最后1笔进了周家一个空壳账户。你胡说！银行流水、税号、法人变更记录都在这里。
别哭。谁要你的东西？别擦。可是弄脏了。该擦的人不是他。将他封存起来。明天开始，二房暂停参与家族基金。爸，我说暂停，不是商量。兔兔不疼啦。不疼啦。爸爸，你会唱歌吗？不会也没关系，妈妈以前也有不会的时候。他唱什么？小兔子乖乖。路过，我也路过。那你们路过的时候可以小声唱一点吗？小兔子乖乖，把门儿开开，快点儿开开，我要进来，不开不开，我不开。他当年说，让我别只查他。您没查。我没查。孩子刚睡着。今天用哪个？都可以。都可以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不会扣钱。他的意思是不影响吃饭。你很懂，比你会扎头发。爸爸，不要生气，我可以戴帽子。这是我的。管家，是买多了，先生，刚好有鲜牛奶，就多带了一瓶。爷爷，吃饭别说话。爷爷，鸡蛋羹可以说谢谢吗？可以。谢谢。我去热车。你就是傅绵绵吧？
老师好。您是爸爸吗？不是，这是小树，它比较冷，但是不坏。我夸你了。谢谢绵绵，谢谢。绵绵家长，您这边需要填写亲子活动意向表，必须填。建议至少选一项，有助于孩子融入。小叔，你会做手工吗？不会。那讲故事呢？不会。跑步呢？会。那我们跑步。好，我们跑步。马上上课了，进去吧。小叔，怎么了？你下午会来吗？会来。你不会忘吧？不会。我爸爸说你是富家的孩子，我以前怎么没见过你？我是最近才回富家住。为什么没有朋友和我一起玩？谁欺负你？没有，我只是今天没有交到朋友。没关系，以后会有很多朋友一起玩。可是，怎么了？为什么？他们说我是野孩子，野孩子是不是不能坐书的车？傅先生，是孩子不适应吗？我要看今天午睡后的教室监控。这个涉及其他孩子隐私，那就让法务来谈。放大画面，这是从哪儿来的？小叔，这个车我见过，认亲宴那天绵绵姐姐坐过。我要门卫登记、文件袋、班级资料流转记录。小叔，是不是我不来幼儿园就不会麻烦你了？麻烦的是做坏事的人，不是你。那我明天还可以来吗？可以，我送你。爸爸。谁？傅绵绵家的司机。明天开始，傅氏法务会对接这件事。孩子在园期间的安全和名誉损害，我要书面说明。这个送你，我不是野的，你以后可以叫我绵绵。你贴纸哪里来的？妈妈买的呀。妈妈说小兔子会认路，它以前还有很多，有一整张。妈妈说重要的东西背面都贴一只。回老宅，查温黎留下的所有纸。不好了，三少爷，绵绵小姐是私生女的事上热搜了。
孩子好可怜啊，傅家也太不体面了吧。豪门的钱真好拿，3岁就会拿录音笔上门争产了。私生女都上门认亲。爸爸，他们为什么要拍我？因为大人做错事，想把错推给你。那我可以推回去吗？可以，这样也行。剩下的我来。妈妈，我们为什么要来？闭嘴！不想去可以不去。可是他们说我不去，他们会不会一直说？我会处理。妈妈说被点名了要到场。怕吗？怕。但是我站爸爸旁边，可以少怕一点。好，那绵绵就站我旁边。嗯。傅总，请问这个孩子是否为您非婚生女？他母亲温离当年是否收取傅家500万后离开？傅家现在承认他，是否涉及家族基金继续全变更？第一，傅绵绵是我的亲生女儿。第二，温离没有拿傅家1分钱。第三，关于3年前伪造转账和删除求助信息一事，傅家已经报警。他疯了吧？500万从傅氏家族基金转后，3周内被拆分，温离名下账户只是中转。至3年前8月7日晚，傅家老宅内网登录记录，温离发给我的求助消息，在发送后4分钟被删除。删除设备登记位置为傅家2楼西侧书房，当时该书房由周曼临时使用。你这是污蔑！我说的是记录，是否污蔑，警方会查。周女士，请问您是否删除过温离女士求助信息？傅先生，您是参与500万转账，您名下公司为什么收到这笔钱？爸爸，他们为什么要吵架？因为有人做错了事，不敢承认。傅家当年错信一份假转账记录，这件事我有责任。温离的名誉，傅家会正式更正。绵绵的身份也不需要任何人猜。傅绵绵是傅家这一代唯一的正统主念直系孩子，她会成为傅家继承人。她不是私生女，她是我女儿。那我可以姓傅吗？可以。妈妈会知道吗？会。那我要写给妈妈看。周女士，请回应一下。周女士，警方已经在路上。傅先生，请您说句话。请问您对……你们想干什么？协助调查，家里一点旧账，你们还真要闹到警局？不是旧账，
是涉嫌伪造证据、侵占资金、侵犯未成年名誉权。别哭，给他吧，哭的时候可以看小兔子。你不生气吗？生气，但是妈妈说小朋友做错事要大人先教，他妈妈没教好。看什么？明天幼儿园，明天幼儿园我送。你穿动物衣服吗？什么动物衣服？亲子运动会，小叔要穿。什么动物衣服？我知道，小叔考虑的比较慢。你们很闲。我可以穿小兔子，小叔穿大灰狼。但是好狼，爷爷你会笑呀。吃你的饭。妈妈你看，我有很多饭。温里走前交代过，如果绵绵找到了你们，就把屋子钥匙给傅先生。他为什么不早点来傅家？他来过，你们没让他进门。这是妈妈的床，这是我的。妈妈说，小孩不能坐床边吃饼干，会掉渣。这是妈妈贴重要东西的。爸爸，这里写什么？写你小时候很乖。真的吗？妈妈也说我乖。他哪里舍得说你不乖？他病得下不了床，还怕你饿着，天天数着日子，说要等你回来。他最不放心的就是你。江一，你怎么哭了？姨姨眼睛进灰了。好了嘛。打开。周曼去过医院。温黎说过，有个很漂亮的女人去医院找他，那女人说傅先生已经签了放弃监护，还说孩子没有名分，留在傅家只会被人笑。他信了。他不信，所以他才一直留着证据。爸爸，这个也是妈妈的。你妈妈还说过什么？妈妈说，玉扣是门票。她还说什么？说傅林专工作很忙，说傅文也看起来凶，
但是讲道理，说爷爷不爱笑。妈妈说错了，爷爷昨天笑了。他还说我什么？说爷爷会错，人都会错，可是大人要是错了，要跟小孩说对不起。妈妈说我也要这样。爷爷小心。绵绵，爷爷错了。那你下次改。改。爸爸，你那时候为什么不来找我？因为我错了。你也会错呀？那你下次改吗？改。那给你一个，贴了要记得。中条，一份声明。周曼拿出了一份声明。什么声明？傅凌川3年前签署的放弃监护声明。爸爸，这里有小兔子。温离贴小兔子的东西都不是给坏人看的。原件在哪儿？让他送来。这次我亲自看。爸，我不想把事情做绝，可这份声明是凌川自己签的，白纸黑字。他当年放弃监护，温离带孩子离开，不是我们逼的。文野，你不用装成办案，这是家里事。从你伪造转账开始，就不是家里事。林川，我没签过。谁会承认自己签过这种东西？当年你不想要这个孩子，也不奇怪。给我查！纸张编号是3年前复试内部法律文件纸，但该批次纸张3年前9月才入库，日期是8月20日，与纸张入库时间矛盾。纸9月入户，8月签不了。那可能是补打的副本。好，那看签字。8月20日，傅林川人在瑞士，因赛车旧伤感染高烧，右手静脉输液。这是他当天签的海外授权，由左手代签。而你这份放弃监护声明是右手签名，这只能说明他后来补签。补签也会有授权记录，但是没有。爸爸，怎么了？妈妈贴的小兔子不再在这里。妈妈贴小兔子的时候都会贴在字后面。她说这样小兔子可以看着重要的话。这个贴在空的地方，妈妈不会这样贴。对，温离贴东西有习惯，他会贴在那行字背面，说是怕以后忘了，翻过来就知道哪句重要。原本贴纸的位置应该对应另一段文字，是有人裁掉原文，把纸背残胶留了下来。
原文在哪儿？爸，文野这全是猜测。不是放弃监护。妈妈写什么？他在保护你，妈妈一直保护你。他凭什么带着孩子回来分傅家的东西？所以你承认，你怕的是他回来。录下来了，老爷子，警方到了。该怎么查就怎么查，傅家的脸不靠遮丑保住。妈妈，我们该走了。爸，你真要为了一个刚回来的孩子把我们赶出去？不是为了孩子，是为了你们做过的事。这些年，你们从基金拿走多少，也会一笔一笔查。林川，你就这么看着？我已经看了3年，以后不看了。爷爷，这个是门票吗？什么门票？回家的门票。不是门票，是你的东西。那我可以放在这里吗？我怕弄丢。可以，傅家替你保管。那傅家不要弄丢。不会。爸爸，这个像小尾巴。拆了重扎。不用，今天小尾巴也可以上桌。啊，真的呀！只穿1次。爸爸，小叔答应穿大灰狼了。好啊，就穿1次。先吃饭。爸爸，我明天还可以回家吗？这里就是你家。那我可以天天吃饭吗？可以天天睡觉吗？可以把兔兔放床中间吗？可以，但是睡觉之前要先吃饭。那我吃2碗。小孩不能撑着。那1碗半。先喝水。你们好好吵呀！妈妈，我回家了。雨落在长长的台阶，一盏灯迟到了3年。我把名字装进小书包，把旧情单叠了一遍又一遍。兔兔抱着妈妈说的话，门开以后要勇敢一点。他们问我从哪里来，我指着雨里很远的从前。我只想要一碗热饭和睡醒以后还在的明天。原来回家的门票不只是一枚旧雨环，是有人弯下身替我系好鞋带，轻轻说别怕，今晚留下来。妈妈，我回家了，雨还在屋檐落下，有人把我的小碗盛满，把兔兔放在床中央。妈妈，我回家了，这次不用害怕，他们说错过的那些年会用，往后每一天回答，等回忆质量，等我慢慢长大。
学会说抱歉。爸爸练习把头发扎得好看，小树站在放学的门外，把那些坏话都当远。一张贴纸说着一句话，重要的承诺不能遗忘。家也会有迟来的拥抱，愿意伸手就还来得及温暖。那扇门曾关得太早，如今为我留着晚安。有人记得我喜欢黄色和小偷，也记得明天来接我放学。妈妈，我回家啦，雨还在屋檐落下。有人把我的名字念得像春天新开的花。妈妈，我回家啦，你一定听见了吧？那张3年的奶粉账单，原来写满迟到的牵挂，如今都不上，从这一顿晚饭出发。你把最重要的话藏进土土柔软的心上，把回家的方向一针一线缝进旧衣上。我走过那场很长很长的雨，终于有人接住你的愿望。妈妈，你放心吧，我会记得善良，也学会勇敢。妈妈，我回家了，雨还在窗外落下。他们把错过的拥抱一点一点补给我啊。妈妈，我回家了，这一次是真的啦，我有每天醒来的房间，永远留给我的饭。你放心吧，我会好好长大。妈妈，我回家啦，雨还在屋檐落下。有人把我的名字念得像春天新开的花。妈妈，我回家了，你一定听见了吧？那张3年的奶粉账单，原来写满迟到的牵挂，如今都不上，从这一顿晚饭出发。你把最重要的话藏进土土柔软的心上，把回家的方向一针一线缝进旧衣上。我走过那场很长很长的雨，终于有人接住你的愿望。妈妈，我回家啦，雨还在屋檐落下。有人把我的名字念得像春天新开的花。妈妈，我回家了，你一定听见了吧？那张3年的奶粉账单，原来写满迟到的牵挂，如今都不上，从这一顿晚饭出发。你把最重要的话藏进土土柔软的心上，把回家的方向一针一线缝进旧衣上。我走过那场很长很长的雨，终于有人接住你的愿望。妈妈，你放心吧，我会记得善良，也学会勇敢。妈妈，我回家了，雨还在窗外落下。他们把错过的拥抱一点一点补给我啊。妈妈，我回家了，这一次是真的啦，我有每天醒来的房间，永远留给我的饭。你放心吧，我会好好长大。灯亮着，饭温着，兔兔睡在床中央。妈妈，我回家了。